平時去街市或者超市見到咁多款魚，你係睇心情，合眼緣就買，定係邊款特價就揀邊款嘅呢？係唔係最多只係會問一句，老細，條魚新唔新鮮啊？跟住就買。但你知唔知啊？其實唔同嘅魚，佢嘅營養價值同食用風險都可以有好大分別㗎喎。有啲魚佢嘅奧米加3脂肪酸含量相對高啲，對心臟同大腦就特別好嘅。而有啲魚呢，可能重金屬就偏高啦，食太多未必係好事咯。嗱，亦有好多人認為越貴嘅魚，營養價值就越高，你又係唔係都係咁諗㗎？仲有，三文魚一定好過其他魚，而淡水魚就一定輸蝕？事實又係唔係真係咁嘅呢？講真，其實又未必㗎喎。今集節目，我哋就去一探究竟，睇下淡水魚、海魚同深海魚有啲咩分別㗎啦。亦都會睇下邊類型嘅魚最有營養，而奧米加3含量相對高嘅魚又有啲咩選擇㗎喎。同埋，你仲想知點樣食魚先至最健康？咁就一定要睇到尾啦。開始之前都請大家先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嗰啲好鍾意食魚嘅朋友仔睇喎。好，完成咗，我哋就即刻開始㗎啦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營養快訊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助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即刻去片。講到補腦、保護心血管，食咩好呢？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諗到食魚咯，但你以為係魚就得？營養價值都差唔多？嗱，其實又唔可以咁講個喎。淡水魚、海魚、深海魚喺營養素同奧米加3脂肪酸嘅含量上都可以差好遠㗎。首先講下淡水魚，好似鯇魚、鯉魚、羅非魚同鯽魚咁，佢哋生活響河流、湖泊、魚塘，優點係肉質細嫩、蛋白質高，佢嘅氨基酸對肌肉修復都好有幫助㗎，而且價格親民，脂肪又比較低添。不過講到奧米加3脂肪酸呢，就真係唔算突出啦。例如平時香港人都好經常食嘅鯇魚咁，你要從中吸收奧米加3，可能要食成15份鯇魚，先等於一份青魚咯。仲有，如果養殖環境控制得唔好嘅話，亦有機會受到抗生素或者污染物影響，而寄生蟲風險亦相對都高啲㗎，所以一定要煮熟先好食喎。再講到海魚呢，好似石斑、黃花魚同沙甸魚咁。海魚營養會均衡啲，通常含有更多嘅奧米加3碘、硒同維他命 D， 對心血管、大腦同抗發炎方面都好有幫助㗎。而美國心臟協會亦都建議每星期至少食2次魚，尤其係油脂比較高嘅海魚，會有助降低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㗎喎。最後梗係唔少得成日被譽為奧米加3之王嘅深海魚啦，有我哋最熟悉嘅三文魚、青魚、秋刀魚同飛魚呢啲啦。點解深海魚特別強勁嘅呢？因為佢哋要響低溫、高壓、黑暗嘅環境生存，身體就需要大量嘅不飽和脂肪酸嚟保持細胞唔會硬化。呢啲正正就係我哋最想吸收嘅奧米加3啦。不過都要提醒翻大家嘅，唔係所有深海魚都可以無限食㗎喎。一啲大型嘅深海魚，例如吞拿魚同旗魚咁，因為佢哋處於食物鏈高層，更大可能累積比較多水銀㗎，所以孕婦、小朋友食就要特別注意攝取量，以避免神經系統受到影響啦。亦因為咁，所以都建議選擇食物鏈中下層嘅小型深海魚，會比較安全咯。好，嚟到大家最關心嘅部分啦，想知道含有豐富奧米加3脂肪酸嘅魚有啲咩好選擇嘅呢？除咗無人不知、人見人愛嘅三文魚之外，我仲會推介多5款靚魚俾大家揀下嘅。首先就有鯷魚，佢係地中海飲食嘅靈魂食物，體型細小，重金屬風險相對低啲，而且奧米加3含量相當高㗎。跟住就有飛魚或者普遍叫做希靈魚嘅呢種魚呢，北歐人好鍾意食㗎喎，
奧米加三含量極高，所以成日有人講笑咁話，北歐人長壽可能真係靠佢個喎。而另一種奧米加三豐富嘅魚，係好多人由細食到大，既優質又抵食嘅選擇嚟嘅，大家估唔估到呢？冇錯啦，佢就係沙甸魚咯。除咗奧米加三之外，佢因為可以連骨都食埋，所以仲可以補埋鈣添。而且因為體型細小，一般重金屬風險都比較低㗎。接住落嚟呢個推介呢，性價比都幾高㗎。雖然都好多人識得佢，但就未必知道原來佢嘅奧米加三脂肪酸都幾豐富㗎喎。咪就係秋刀魚咯，價格仲相當親民添，真係唔好錯過啦。而最後一款，亦都係今集真心推介嘅營養冠軍之選，佢就係抵食到笑嘅青魚啦。真係唔好睇小佢啊！佢嘅奧米加三含量甚至高過三文魚接近1倍㗎，所以話呢，食得健康都唔一定係食得越貴越好個喎。魚就係一個好例子啦。小型但油脂豐富嘅魚好多時反而更值得食咯。跟住仲想知點樣食魚先至最健康？響度就俾幾個實用小貼士大家啦。第一，一星期最好食2次魚。第二，細魚通常比大魚更安全咯。第三，盡量避免油炸，因為油炸係會破壞脂肪結構個喎。清蒸、焗、烚都會比油炸更能保留營養咯。最後想你哋話我知，今日推介嘅5款優質靚魚，你最中意或者平時都會食嘅係邊種魚呢？1. 鯷魚，2. 希靈魚，3. 沙甸魚，4. 秋刀魚，定係5. 青魚呢？快啲留言話我知啦。不過食魚都有陷阱㗎，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大原則，就係大魚食細魚啦。深海魚本身有種叫生物放大效應嘅現象，好似鯊魚、旗魚、劍魚或者大型吞拿魚呢類，因為佢哋喺食物鏈嘅頂端，活得耐又食得多細魚，結果體內累積嘅甲基汞，即係我哋平時講嘅水銀，就會非常之高。所以孕婦、準備懷孕嘅朋友同埋小朋友，一定要避開呢啲大型捕獵魚。最穩陣嘅做法就係揀啲體型細少少嘅深海游之魚，好似青魚、沙甸魚或者秋刀魚，咁就既有營養又安全，全家都可以食得放心啊！所以一句講晒，食魚就真係唔係越貴越好嘅，揀啱種類先至係關鍵咯。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，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，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